謝霆鋒喺香港紅館舞台上面嘅驚天一跪，將全場幾萬個觀眾嘅尖叫聲瞬間卡斷。嗰個平日裏不可一世、骨子裏帶住寒氣嘅男人，喺眾目睽睽之下，雙膝重重砸落冰冷嘅地板。佢死死握住麥克風，指關節用力到發白，透過千萬級嘅音響，沙啞而撕裂地向全場咆哮，承認自己騙咗所有人，同自己咁多年，更喺屏息之間喊出咗張柏芝先係佢今生唯一老婆嘅宣言。全場陷入死寂。坐在第一排最顯眼位置嘅王菲，原本穿着標誌性嘅清冷長裙，喺呢一刻，佢永遠波瀾不驚嘅臉上面裂開咗絕望嘅痕跡。原本盛滿星辰嘅雙眼，瞬間變得灰暗渾濁，胸口劇烈起伏，卻發唔出一點聲音。嗰係一種被最親密嘅人喺背後推落萬丈深淵嘅失重感。佢用半身築起嘅尊嚴堡壘，喺呢句話面前，瞬間坍塌成一地瓦礫。呢個唔單止係一場懺悔，更加係一場對王菲蓄謀已久嘅公開處決。謝霆鋒親手撕碎咗被世人歌頌咗20年嘅風飛童話，將所有虛偽嘅浪漫同靈魂契合，通通應盡舊愛嘅絞肉機。呢場告白好似謝霆鋒親手遞俾張柏芝嘅一把刀，卻整柄扎喺王菲嘅心口上面。喺外界眼中，佢哋係避開塵世喧囂嘅靈魂伴侶。但只有謝霆鋒自己知道，喺清高牢籠裏面嘅窒息感。佢曾經以為自己愛極咗嗰份不食人間煙火嘅淡薄，但直到深夜夢回中無數次浮現出張柏芝帶住淚痕同市井煙火氣息嘅臉，佢才驚覺自己只係一個貪戀紅塵嘅俗人。佢喺呢場長達20幾年嘅三人糾纏裏面扮演咗太久嘅深情男神，佢已經感到疲倦。睇住台下優雅理智高高在上嘅天后，佢心裏面生出一種惡毒嘅衝動，想要用最慘烈嘅方式將呢層虛偽嘅皮囊撕個粉碎。唯一的老婆呢5個字，精準咁擊碎咗風飛戀最後嘅體面。唔單止係對張柏芝嘅招魂，更加係對王菲最狠辣嘅羞辱。佢喺度向全世界宣告，呢10年嘅上手同纏綿，不過係佢逃避現實嘅中轉站，完全比唔上嗰個曾經被佢拋棄嘅舊人。後台裏面，張柏芝嘅名字喺每一個記者嘅舌尖上面打轉。喺幽暗嘅角落或者千里之外嘅熒幕前，嗰個曾經美得驚心動魄，喺命運裏跌跌撞撞嘅張柏芝，聽到呢句話嗰陣時，臉上面只有睇透荒誕嘅自嘲。佢曾經為了呢個男人捨棄尊嚴，喺婚姻廢墟裏獨自拉扯大2個孩子，一直係呢場博弈裏面嘅失敗者。但誰能想到喺20年之後，將佢推落深淵嘅男人，竟然喺萬眾矚目下，親手將皇冠重新戴回佢頭上。呢個係一種畸形嘅補償同人性的獻祭。謝霆鋒嘅眼神裏閃爍住自毀之後嘅極樂快感。佢睇住台下曾經屬於佢嘅女神，慢慢起身，睇住嗰個清冷背影喺燈光暗處微微晃動。佢知道自己贏咗，亦都徹底毀咗。呢場告白本質上係恨同對命運嘅咆哮。佢要將2份跨越世紀嘅感情揉成一團血肉模糊嘅漿糊，要所有人陪佢喺真愛修羅場裏永世沉淪。王菲起身嘅一刻，紅館嘅空氣好似被瞬間抽乾。嗰個背影曾經喺舞台上面孤傲疏離，但喺被謝霆鋒親手點燃嘅廢墟裏，卻顯得咁單薄同支離破碎。佢冇回頭，走得既快又慢。快係因為刻骨銘心嘅自尊心，正承受萬箭穿心；慢係因為每走一步都好似喺度親手割斷同呢個世界嘅最後一點溫泉。佢曾經以為自己早已修成正果，流言蜚語再都傷唔到佢分毫，卻忘記咗謝霆鋒係佢嘅命劫。佢以為自己贏喺清冷嘅陪伴同靈魂嘅契合，但謝霆鋒呢一跪一喊，生生將佢釘喺咗替代品嘅十字架上面。如果張柏芝係唯一，王菲就只係呢10年裏嘅止痛藥或者臨時避難所。呢種凌遲感令王菲嘅靈魂徹底出竅，感受住身邊看客如淬毒鋼針般嘅目光。佢走喺 VIP 通道裏面，四周死一樣寂靜，腦海裏反覆回蕩住謝霆鋒沙啞嘅嘶號。佢諗起大理嘅陽光，諗起閉門謝客時2個人對坐無言嘅瞬間，才發現所謂嘅靈魂共振不過係佢一個人之事。
當佢喺佢身邊嗰陣時，佢嘅靈魂卻喺嗰座充滿柴米油鹽、孩子哭鬧同張柏芝歇斯底里吶喊嘅圍城裏流浪。佢懷念嗰度嘅混亂、真實同痛苦，而王菲俾嘅太過乾淨，乾淨到令佢覺得虛偽。呢個就係王菲最淒涼嘅宿命。佢俾咗佢整個宇宙嘅星光，佢卻只想回到滿係塵埃嘅泥潭。嗰個叫做王菲嘅傳奇死咗喺紅館嘅告白裏，剩下嘅不過係一個喺晚風裏瑟瑟發抖嘅女人。凌晨2點鐘，竇靖童喺社交平台上面發佈咗一張漆黑照片，發表咗關於該走嘅留唔住，碎咗就由得佢爛喺土裏嘅文字。全香港嘅娛記喺呢一刻集體失聲。呢個係王菲長女喺面對母親被公開處決之後發出嘅斷絕書。竇靖童明白母親喺關起門嚟嘅日子裏為謝霆鋒退讓到什麼地步，看過佢笨拙咁喺廚房弄到滿手係灰，看過佢接到電話時眼角眉梢藏唔住嘅卑微。喺竇靖童眼裏，王菲俾出嘅係一種近乎獻祭嘅成全，換嚟嘅卻係紅館舞台上面響亮嘅耳光。佢嘅發文字字見血，說嘅係跨越世紀嘅孽緣，更加係佢母親被游說灑喺紅館地板上面嘅心。佢嘅發文體面咁替王菲認咗輸，將謝霆鋒10年嚟嘅深情表象撕到只剩下血淋淋嘅虛偽，宣告住嗰啲所謂嘅宿命感同自我感動喺佢眼裏不過係兩個成年人喺慾望裏反覆橫跳嘅醜態。竇靖童親手卡斷王菲最後嘅念想，要求謝霆鋒騰出神壇，滾出佢母親嘅世界。當動態衝上熱搜第一嗰陣，謝霆鋒仲喺慶功宴上醉生夢死，完全未意識到自己唔單止失去咗一個女人，更加失去咗孩子最後嘅尊重。竇靖童嘅一刀宣告咗風飛時代徹底崩塌，母女二人將會縮回清冷嘅小世界。張柏芝喺呢個時候嘅沉默，係呢場修羅場裏面最令人不寒而栗嘅心理伏筆。全香港媒體瘋狂尋找張柏芝長槍短炮對準心鎖嘅豪宅，但張柏芝卻好似憑空蒸發一樣，喺被謝霆鋒攪碎嘅深夜，張柏芝坐在巨大嘅落地窗前，家裏冇開燈，只有維多利亞港嘅霓虹打喺佢臉上。嗰張臉曾經寫滿恃才傲物嘅靈氣，後來寫滿婚姻支離破碎嘅潮水，現在只有睇透荒誕嘅冷漠。謝霆鋒嘅一跪將張柏芝推向極其尷尬同殘忍嘅境地，帶來嘅唔係光彩，而係切骨嘅驚悚，意味住佢一生都無法擺脫呢個男人嘅陰影。即使離婚多年，試圖活出自己，但只要對方隨口一喊，佢就要被拖回風之戀嘅絞肉機裏，重新接受審判。佢嘅內心經歷住翻江倒海嘅幻滅，看住鏡子裏眼角已有細紋嘅自己，諗起被拋棄嘅夜晚同獨自面對孩子哭鬧嘅凌晨，發現呢個口口聲聲話佢係唯一嘅男人，從來冇問過佢係咪仲想要呢種愛。呢種勝利者嘅姿態，本質上係另一種囚徒嘅回歸。謝霆鋒用自殘嘅方式強行續上斷裂嘅孽緣，將張柏芝架喺火上面烤，令佢變成間接毀掉天后傳奇嘅罪人。喺豪宅陰影裏，張柏芝嘅手指輕輕摸索住手機熒幕，最終只係冷冷咁睇住跳動嘅未接來電。佢知道自己同王菲這兩個糾纏咗半輩子嘅女人，都變成咗謝霆鋒舞台大戲裏嘅祭品。張柏芝嘅死寂係對謝霆鋒最狠嘅冷暴力，宣告住佢跪下嘅地方係舞台，而佢嘅心早已係荒冢。紅館硝煙未散，謝家大宅嘅燈火卻徹夜未眠。狄波拉坐在紅木沙發一角，手指顫抖咁捏住熄滅已久嘅細煙，臉上面浮現出驚悚嘅慘白。佢了解自己嘅兒子，知道謝霆鋒骨子裏嘅狠勁，要麼用嚟成就傳奇，要麼用嚟毀滅自己。而今晚佢選擇咗後者。坐在旁邊嘅謝賢破天荒咁摘下墨鏡，渾濁銳利嘅眼睛裏閃爍住同類傷殘嘅悲涼。佢看住窗外維港燈火，意識到謝霆鋒今晚跪走嘅唔單止係王菲，更加係謝家維繫咗數十年嘅體面。謝賢指出，謝霆鋒一輩子最恨別人教佢去愛什麼人。佢跪張柏芝唔係因為有幾愛，而係發現只有喺張柏芝滿係泥濘嘅世界裏，佢才覺得
自己係個活生生嘅人，唔係被精心修剪過嘅盆栽。狄波拉諗起兩個孫子同張柏芝多年來塑造嘅苦情母親形象，知道謝霆鋒呢一季意味住謝家必須重新接納嗰個曾經避之不及嘅女人。深夜嘅謝家客廳裏，狄波拉同謝賢相對無言，看住謝霆鋒一步步走向毀滅性嘅終局。狄波拉顫抖住拿起手機，熒幕上面全係豪門闊太發嚟看笑話嘅問候信息，知道謝家將會再次變成全香港茶餘飯後嘅談資。謝賢重新戴上墨鏡，感嘆謝家男人命裏都欠咗女人嘅債，而謝霆鋒呢一筆怕且要用命嚟還。謝家大宅變成咗最冷最絕望嘅孤島。凌晨3點鐘，中環某間頂級私家會所裏，謝霆鋒癱坐在深紫色絲絨沙發裏，整個人好似被抽走咗骨頭。經紀人喺一旁壓低聲音，絕望咁哀求佢收手。謝霆鋒死死盯住茶幾上盛滿冰塊嘅酒杯，發出低低嘅笑聲，緊接住變成劇烈咳嗽，笑聲裏帶住自毀傾向。佢猛咁左起酒杯，眼角劃過渾濁嘅淚痕，哭嗰個被佢親手殺死嘅風飛童話。喺酒精催化下，佢借住酒意對住身邊嘅兄弟咆哮出藏喺心底最深處嘅話，表示自己唔係愛王菲，而係怕佢嘅清高同不食人間煙火，怕喺佢面前好似個長唔大嘅廢物。佢狠狠灌咗大口酒，指出張柏芝會同佢吵架，指住佢罵，抱住孩子喺佢面前哭。喺嗰度，佢才係個混蛋同活生生嘅男人。呢個係謝霆鋒最陰暗嘅心理動機。佢厭倦咗神壇，渴望泥潭。張柏芝呢個曾經被佢視為噩夢嘅女人，卻變成咗佢唯一能行到真實感嘅避風港。嗰種煙火氣裏嘅瑣碎、潑辣同不堪，喺呢一刻變成咗佢對抗虛無嘅解藥。佢喺包廂裏瘋狂撥打熟悉嘅號碼，電話裏永遠係冰冷嘅機械音。佢一陣哭一陣笑，喃喃自語，承認張柏芝贏咗。佢用自殘嘅方式推開王菲，毀掉自己，試圖喺廢墟裏反20年前喺舞台上面摔吉他嘅叛逆少年。佢嬲太陽升起後要面對全港唾棄同家族決裂，但佢已經不在乎。喺蘭桂坊親手葬送咗神話，將自己貶為徹頭徹尾嘅凡人。呢場震後餘波殘忍咁剝開風飛戀鍍金嘅外殼，露出裏面感情死因嘅真相。王菲同謝霆鋒兩個靈魂本質上面嘅錯位，注定咗呢個唔單止係愛情嘅告別，更加係階級同審美嘅決裂。王菲係活喺雲端嘅女人，愛係純正同帶有禪意嘅。喺王菲嘅世界裏，謝霆鋒只係一個靈魂，但謝霆鋒骨子裏其實係一個渴望被物化嘅族人，需要激烈嘅回饋、咆哮同柴米油鹽嘅煙火氣。喺王菲嗰度，佢呼吸嘅係純氧，待久咗會中毒窒息。王菲太過清高，無法忍受佢嘅平庸，而張柏芝恰恰係平庸同真實嘅終極代表。嗰種熱騰騰嘅混亂對王菲嚟講係災難，對呢個時候嘅謝霆鋒嚟講卻係救命草。謝霆鋒不想再扮演優雅懂藝術嘅靈魂伴侶，想回到可以光住膀子打遊戲，有人喺旁邊罵佢，卻又會俾佢遞上熱湯嘅俗氣婚姻裏。最致命嘅一點係，王菲從來唔曾真正需要過謝霆鋒。王菲係一個完整嘅圓，呢種強大嘅自我令謝霆鋒產生深深嘅無力感同挫敗感。喺張柏芝面前，佢係頂梁柱；喺王菲面前，佢只係過客。謝霆鋒呢一季跪走咗王菲嘅仙氣，強行拉住王菲一起墜入凡間泥潭。呢個係一場精神上面嘅藥神。王菲嗰一夜嘅轉身，令佢終於睇清，佢10年教化嘅唔係迷途浪子，而係一個只想喺泥潭打滾嘅頑童。王菲嘅清高敗俾咗謝霆鋒嘅平庸，所有神仙眷侶最終都敗俾咗柴米油鹽。王菲喺嗰一晚之後，徹底遁入更加深唔見底嘅荒涼，唔會控訴同反擊，但精神性嘅毀滅係永久嘅。佢苦心經營嘅避風港被潑上咗污濁墨水，餘生將喺死寂嘅修行中度過。眼中屬於小女人嘅靈動死咗喺紅館。張柏芝嘅餘生將陷入更加詭異嘅糾纏，變成謝霆鋒餘生裏唯一嘅合法觀眾。佢對謝霆鋒嘅接納絕唔係因為愛，而係血緣上面嘅妥協，會看住佢
喺深夜因諗起王菲而痛哭，兩人喺互相卡住對方脖子求生。跪下嘅謝霆鋒毀掉咗作為男神嘅神聖，亦毀掉咗喺張柏芝心中殘存嘅尊重。佢嘅餘生將係一個尋找自我嘅流浪漢。回到張柏芝身邊，瑣碎嘅爭吵依然會令佢煩躁。離開王菲後，靈魂嘅空虛會將佢吞噬。佢會好似遊魂一樣徘徊喺香港街頭，在唔同嘅女人同酒精裏尋找叫做家嘅東西，卻永遠都口唔到，因為佢親手燒掉咗所有退路。三個人喺餘生裏構成畸形嘅三角磁場。王菲喺雲端苦陷，張柏芝喺泥潭掙扎，謝霆鋒喺中間徘徊。佢哋偶爾喺場合相遇，會發現彼此眼神裏只有死水般嘅疲憊。所謂嘅命定糾纏到最後，不過係盛大嘅自我欺騙。佢哋愛的從來唔係對方，而係喺愛情裏或清高，或悲壯，或瘋狂嘅自己。紅館驚變喺暴雨中落下帷幕，當尖叫同淚水被夜色稀釋，剩下嘅唯有冰冷嘅真理。人間從來冇破鏡重圓，只有獨自舔傷口。謝霆鋒跪出咗男人嘅軟弱同卑微，承認咗自己無法對抗平庸嘅真相。王菲嘅碎成渣係一個時代嘅終結，代表咗香港娛樂圈最後一絲孤傲嘅體面。嗰一晚，佢親眼目睹高貴審美喺粗鄙慾望面前嘅慘敗，轉身時嘅決絕係對俗世最後嘅告別。呢場拆解展示出每個人內心嘅鏡子。謝霆鋒嘅跪影照出對真實感嘅渴求，王菲嘅走映照出理想主義嘅支離破碎，張柏芝嘅靜映照出被命運蹂躪後長出嘅冰冷鱗片。演到最後，冇一個鏡頭係俾觀眾看嘅，全係喺度同自己死磕。紅館大門緊閉，被神化嘅風飛童話徹底爛喺土裏，被視為命定歸宿嘅風姿，結局亦只剩下血緣，扭帶下無奈嘅捆綁。呢個係所有人嘅宿命感傷。喺巨星身上睇到咗喺深夜裏反覆橫跳，最終只能向生活低頭嘅自己。每個人都曾諗過，當王菲活得清高獨立，卻往往活成謝霆鋒喺清高同世俗之間拉扯到靈魂變形，或者活成張柏芝喺滿地雞毛中硬生生將自己練成鐵石心腸。謝霆鋒、王菲同張柏芝呢三個名字將會喺歲月風塵中被反覆提起，但嗰個已經唔再重要，因為佢哋已經共同完成咗一場關於人性嘅集體獻祭。所有嘅重逢都係虛妄，所有嘅圓滿都係假象。人這一生不過係喺唔同嘅廢墟之間流浪，直到終於有力氣去承認滿目瘡痍嘅自己。大戲終究冇彩蛋，只有三個喺風中漸行漸遠嘅靈魂，各自背負住沉重嘅十字架，引入了茫茫嘅人海裏面。